喺18世紀初，臭名遠播嘅海盜黑胡子佔據咗巴哈馬大西洋嘅航線，好多嘅水手唔想見到佢。當佢哋嘅船經過附近嘅海域嘅時候，都要非常小心，而且內心係非常之唔平安。喺約翰一書3章4節裏邊講到，凡犯罪嘅就係違背律法，違背律法嘅就係罪。當人肉體嘅心同上帝為敵嘅時候，就會帶嚟內心嘅不平安。但係當耶穌基督進入你嘅生命嘅時候，佢就會引導你去學習上帝嘅律法，而你亦都會慢慢嘅體會到上帝律法所帶嚟俾你嘅保護、平安同埋各樣嘅福氣，使到我哋基督徒嘅道路更加安全穩妥。所以我哋要記住，上帝嘅律法同順服肉體嘅心係唔能夠一齊並存喺我哋嘅生活裏邊，唯有上帝律法先至係我哋人生活裏邊最好嘅指引。呢個係靈修1分鐘，我哋聽日再見。